今集預告：上次高出賽意欲馬喜悅歡欣爆出驚人嘅54倍冷門，快啲嚟睇下今次高出賽意欲馬係邊隻啦！去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到 NetChan 頻道嘅時間啦。咁呢集節目呢，就係 NetChan 馬膽嘅，每個賽馬日我都會揀2場賽事，每場賽事揀1隻馬膽同埋幾隻配腳俾大家參考一下。大家都知道啦，呢個係一個公平、公開、公正嘅頻道嘅。每個賽馬日講馬膽之前呢，都會回顧翻上次賽事提供嘅心水嘅。咁上次賽事第一隻 NetChan 馬膽第7場係時時歡升 1.9 倍。呢場馬我覺得係潘頓跑錯咗咯。步速好慢啊，咁佢遲即係冇早啲去揼上去咯，咁佢可能都係初跑千六嘅關係，佢唔想加速得咁快，即係佢仲喺度試驗緊隻馬咯，即係佢未掌握到啊，仲喺度揣摩緊隻馬，因為呢隻馬係一隻比較大冧步攬嘅馬咯，你慢步速同人爆22秒幾咧，好難爆嘅，同啲馬爆佢係要大步攬，咁結果就翻到嚟攬唔贏啦，臨尾潘頓都收啦咁啊跑第5。落地咁啊，另一隻創寶區2.2倍跑第2嘅一隻馬膽，咁就剛剛遇着啱，其實即係賽馬呢啲嘢咧，即係好多連鎖反應。創寶區出閘之前喺閘裏面咧起擒咗1至2次，出閘慢咗，令到成場馬嘅形勢係唔同晒咯。如果創寶區正常出閘係佢贏，喜悅歡欣有冇第2都唔知不過就係、因為創寶區出閘慢咗少少咧，搞到前面嗰啲擺位咧完全唔同晒咧，咁就最後就創寶區只能夠第2結果高出賽意欲馬一鳴驚人啊！喜悅歡欣54倍贏馬，咁就上次 NetChan 冷腳係披場獨家嘅，咁第一隻係第2場一鋪掂晒咧9.8倍落地，表現都比想象中差，但另一隻開心馬波11倍跑到個第3都有啲交代嘅。咁今次高出賽意欲馬，希望可以承接上次嘅強勢啦，都係第8場非為僥倖，咁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好，事不宜遲，講講聽日賽事提供嘅心水先。第一個場次我揀第1場啦，咁正路揀翻9號嘅華美之威啊。上次出閘唔係好醒啊，步速都正常或者稍偏快少少，留住都湧到上嚟。咁我哋都成日常言道嘅，均速變後追都追到下咧，咁一定唔會衰啊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呢隻馬今次檔位又好咗，田泰安想放又得，留住少少衝又得，咁嗰個叫做咩靈活度就高咗咯。咁呢隻馬始終班底都係高嘅，由季初38分，而家去到23分，咁都差唔多時候嘅，咁揾佢做馬膽啦。配嘅選擇，第一隻揀翻2號嘅試跑得啦，上場落咗嚟5班都係追得好噶啦，咁廖康銘爭緊冠軍，咩馬都用噶啦。第二隻係揀翻6號嘅電訊驕陽，呢隻馬上次大家可能會覺得好失望，一檔翻到嚟慳埋都係跑得過第4，但係即係你叫佢捉住啊，有遮擋直路揾位衝呢啲跑法又未必係太啱佢嘅。咁呢隻馬係相當有班底啊，又係4班都係近嘅，上季一場近嘅。咁而家今季就增程上1650去挑戰啦，咪試下新嘢，1200唔夠玩啦，上1650。咁我都係覺得俾佢自己走下，咁可能有啲驚喜嘅，咁拖埋佢。咁第3隻配腳到支持下無顯東啦，咁一隻不揀外球，聽日無顯東唯一隻坐騎。咁前嗰場佢跑得好，田早嗰場步速偏快少少，跑第5。咁上嗰場就唔係無顯東啦，咁就係咪袁幸堯定邊個睇下先？上次係黃寶利，咁跑得麻麻地，咁今次配翻無顯東，轉嚟谷草唔係即係都近過嘅，但係又未必特別出色咯。但係放咗無顯東上去，佢實搏俾你睇，咁我拖埋佢一票。所以場馬膽9號華美之威嘅配腳選擇，2號試跑得，6號電訊驕陽同埋12號不揀外球。咁未講第2個場次之前嚟講，我啲付費會員計劃啦，有 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啦，或者 Patreon 嘅賽前收費計劃嘅。咁 WhatsApp 嘅臨場分析計劃咧，就喺聽日我諗
中午12點左右咧就有全日初步首選、次選、副選啦。去到聽日每場賽事開跑之前6至8分鐘咧，有最後首選、次選、副選、場定勢、騎令動態、孖寶飛數同埋我投注建議嘅。咁大家知道啊，我係非常之着重買星水孖寶，因為平時嘅馬會咧佢就至少係抽你17.5%，多則係抽你25%。如何長期戰勝呢啲抽水咧？有兩種方法。第一種方法就係大彩池有多寶嘅時候，你買落去又中到嘅話咧，通常都派彩都好分啲嘅。第二種方法就係買星水孖寶啦。譬如上嗰次谷草咧，星火燎原有情有義咁2串1 win 係43.75倍，孖寶啊派59.75倍喎，星水足足37%啊！咁啊就係靠呢啲星水咧去戰勝馬會嘅抽水噶啦。咁啊，所以如果大家對於呢個 WhatsApp 嘅臨場分析啦，同埋 WhatsApp 嘅臨場分析加星水孖寶通知圖表有興趣嘅話，歡迎經過 WhatsApp 68447635或者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去聯絡我，去攞到有關於臨場分析同埋星水孖寶通知圖表資訊啦。但未必人人啱臨場分析嘅，因為禮拜3晚可能返人工啊，禮拜6日你可能家庭日，未必可以坐定定去聽我啲分析同睇我啲投注建議。所以 Patreon 賽前分析非常適合你。超叻會員純支持咧，可以買次選、副選、足球股票啦，同埋魚養冷腳獨家分享。極叻會員、超叻會員嘅嘢所有都有。喂，by the way啊，股票分析嗰度咧要睇免責聲明啊，免責聲明。極叻會員頭先超叻會員嘅所有嘢都有，當然要睇免責聲明啦。極叻會員當然要睇免責聲明啦，同埋會加埋所有場次、所有馬匹嘅馬分數，都會放上 Patreon 極叻會員欄嘅。咁同時平時有睇下我直播計碼或者係叻槍馬膽，有時都會放啲分數出嚟嘅話咧，都知啲分數係非常之具有參考價值噶啦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好，第二個場次係緊第5場啊，第5場馬膽都係冇辦法啦，正路揀翻11號天下寵兒啦。上次檔位麻麻地，咁啊 cut 到埋嚟，跑得唔錯，跑第2隻天下寵兒。咁啊今次艾少禮抽到個一檔咁出閘順利嘅話，咁應該都係叫糊噶啦，咁啊揾佢做馬膽啦。配嘅選擇，第一隻5號佐治傳奇，上次係星火燎原贏嘅，佢又跑得正路，唔算太出色咯。我覺得佢未發揮到最佳嘅水準呢隻馬。咁今次繼續有個4檔都算好跑啊，攞啊。第二隻係揀7號嘅星神千歲，咁啊潘頓係咪攞咗奧爾文？係咯，攞咗奧爾文嗰隻嚟跑咯。咁啊檔位亦都好，上次亦都係追得唔錯，咁啊要拖翻。第三隻配角我揀隻9號星光快驅。其實我呢場馬其實有諗過放星光快驅做 natural 冷腳，咁放喺 Patreon，咁就唔攞天下寵兒。但係聽日啲馬膽又唔係咁易揀，咁所以最後都係算啦，我都係揀翻呢場馬膽天下寵兒，咁啊拍俾大家聽。但係星光快驅我覺得係一隻冷腳。我前嗰場跑第3咧係一場高水準賽事嘅，勁勇黃區男神星光快驅，男神再出都係賣到熱一熱嘅，賣到熱一熱嘅。不過跑得比較差少少啦，3.5倍跑第3嚇。咁但係點解會賣到咁熱3.5倍啊？唔係你同我講就咁每人買10蚊落去㗎嘛？梗係有啲大戶睇中呢場賽事水準高啦，男神呢場係嘛？即係勁勇黃區男神星光快驅呢場，咁所以就好重飛咯。咁星光快驅上次跑田草1400黏地6.9倍，同男神一樣啊！啲飛係好硬淨嘅，因為嗰場勁勇黃區男神嗰場係好勁啊嘛，嗰場咁啊，結果輸咗，咁你可以賴地林咯，跑黏地。咁聽日跑翻正常場地，9檔係爭少少啊，但係應該前場輸俾勁勇黃區男神嗰場咧，我覺得係高水準咯。咁冷腳一定要拖啦，星光快驅。咁啊，所以呢場馬膽啊，11號天下寵兒嘅配腳選擇，5號佐治傳奇，7號星神千歲同埋9號嘅星光快驅。咁希望大家中意我段片同埋分析啦。如果中意話，俾個 like 同埋讚我，同埋分享段片俾啲朋友睇睇，去宣傳下頻道。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有咩意見，都係入邊留一留言。如果打算簡單支持我咧，都係定 YouTube 入面留咗留言嘅，留個謝謝 fans，我都相當高興噶啦。咁大家留多啲言咧，回覆多啲，咁 YouTube 就會知道我呢個係非常之優質頻道。咁佢就有分派我啲片咧，俾更多 YouTube 迷睇，更多 YouTube 迷睇咯，自然令到 view 數上升啦，從而令到非常之微博廣告收入咧再增加多少少嘅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咁啊，最後希望大家嚟到 YouTube 頻道 NetChant 談賽馬，主要做啲直播節目嘅，例如海馬直播啊、即場足球投注分析啊、直播賽馬論壇等等啊，同埋你而家睇緊嘅 NetChant 頻道兩個頻道都撳訂閱，按鐘仔撳全部，咁訂我所有新片，你都有一個通知或者 notifications，第一時間知道噶啦。
多謝你支持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